陛下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昨日陛下不小心落水，受惊着凉，且墓内官让我留下，臣妾便陪着。陪着？朕可从未曾要你陪着。金城宫是陛下起居之处，无诏不得入，提篮有罪。昨日是朕喝醉了，要不是有你在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提篮，你有功劳，起来吧。这都是提篮本应该做的，不敢鞠躬。朕一向赏罚分明，更不想欠别人的人情。想要什么都可以提。蒙陛下恩顾，自从回到玉安宫，吃穿用度并未减薄臣妾，日子过得很好，提篮很知足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请御医来给陛下请平安脉。陛下呛水了，容易着凉，千万别生病才好。朕无妨，都是你，怎么还穿着昨日的衣裳？穆德庆呢？就不能给你找一身干衣裳换了吗？不怪内官，臣妾原本是想等陛下睡安稳了再去更衣，没想到自己却先睡着了。退下吧，记得让他们给你熬几副药。这2日别出门了，好好将养。是。慢着。那只兔子他们给你送回去了吗？陛下在说什么？正是说，那只兔子在朕这儿养着不合适，记得让他们给你送回去。不必跪了。谢陛下，谢陛下体恤。